陈教练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只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。你不要再来单独找我了，我也不会再去你家了。小鱼。 凌空，我在城郊309国道边的工地，救我！小鱼，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。凌晨，小鱼现在可能有危险，我现在去城郊309国道边的工地，你查一下这地方，我先过去。哎，你手机不要了？ 小鱼，凌晨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气喘吁吁的。刚刚可能说你有危险，而且你又不接电话，所以我过来看看。哎，我手机呢？之前还在包里。糟了，凌空呢？快接电话呀！怎么样？哥电话没人接。 小鱼，小鱼在哪儿？小鱼，陈天，是你？小鱼呢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永远消失！快到了吗？城郊309国道那边是一片废弃工地，凌空八成是中圈套了。凌晨，再开快一点。龙珠，在那儿，哥，哥，凌空，凌空，凌空，你醒醒啊！凌空，哥，哥。 不会有事的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凌空，家属在外面等。他一定会没事的。
医生，怎么样？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现在送往监护室。如果没什么大碍的话，今晚就可以送入普通病房。谢谢医生。不过，患者受伤的是头部，后遗症无法预测。我们去监护病房等他吧。凌空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爸，我只是想在他身边而已。他的母亲也说过同样的话，那是他母亲在这世上留下的遗物，也是他留在这世上唯一的东西。你先好好替他保管，等他醒来之后，交还给他吧。我不是说过不要动我儿子？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？说！不，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。病人已经醒了。你总算醒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干嘛呀你？凌晨，这疯女人是谁啊？上来就抱。哥，你不记得了？为什么？我刚想起你，你却又把我忘了。龙珠。龙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凌空，总算回来了，还好你出院了，我们可都想死你了。还好没有耽误训练计划。走，咱们去跳水馆吧。哎，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？弄皱了你赔得起吗？凌空，你怎么了？咱们是队友啊！拜托，你搞清楚，我是英兰跳水队的投资人，你跟我不是一个 level 的。他是不是出院出傻了？这样，给。你干嘛呀？你送错人了吧？想看我笑话？啊，哈哈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生气我没经过你同意就在 party 上对你表白，对吧？我呢是想让陈天加入。哎，这不陈大教练吗？久仰大名啊，欢迎欢迎。凌空，陈教练都当英兰跳水队教练快半年了，你怎么跟刚认识他一样？半年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不会是撞到脑子失忆了吧？失什么忆？电视剧看多了吧你？等一下，
这不今天是3月20吗？明天就是迎新派对舞会啦。你说的是半年前的事儿。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当然了，智雅嘛，我的女神，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女朋友了。你这趟医院啊，可没白进啊。把之前奇奇怪怪的想法全给治好了。我还真怕你把我也给忘了。我就算忘了谁，我也不会忘了你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一会儿我找一家好餐厅。这里是跳水馆，不是谈恋爱的地方，都给我训练去。走吧，走吧。小鱼。您的酒，谢谢。请慢用。怎么？不喜欢这里吗？那我们换家。只是太破费了。这有什么的呀？我第一次跟你共进晚餐，肯定会给你最好的。真的是，喂，怎么了，凌空？哦，可能是太高兴了吧，终于约到你了。当初你拒绝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以前的事情不重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好好相处吧。Cheers。哎，凌晨，哥，这是你来干什么？真是阴魂不散呢！他谁啊？你不应该跟他最熟吗？啊，对了，你失忆以后就不记得了。这位于小鱼是你们林家未来的女主人，你父亲的未婚妻。什么？哥，我和小鱼……小鱼？凌晨，你怎么能跟这种女人走这么近呢？她是勾引咱妈的坏女人。凌空，我闭嘴！本少爷的名字是你叫的吗？哥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我不管现在还是以前，只要是发生了，我就容不下他。哥，你不能这么对小鱼。竟敢跟我犟嘴，我是不是你哥？哥，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为什么在你身上？你这个女人，不单单想抢走我爸，还想夺走我妈留给我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拿走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在吃饭，麻烦你别来打扰我们，好吗？这样 ，Cheers。突然间我看不到你的双眼，原来项链和龙珠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他之前才会莫名其妙地进入凌空的体内，又转移到我的身上。
却又忍不住沦陷，好像失控的天，白云下的好久都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天空了。我也是啊。水面闪烁着惊人的依恋，好像失控的眼，彻底丢掉了睡眠。就算在海的对面，也知道了龙珠的秘密又怎样？跟你相比，回家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雷克，你刚才那一跳真是太完美了。本少爷可是天才，跳水怎么可能难倒我呀？凌空，我承认你恢复的不错，但是你不要太得意，要不然跳得越高，摔得越痛。这个传奇教练的性格怎么这么古怪啊？没事就对我冷嘲热讽的，他是不是不知道他的工资全是我们家给他开的？可能你的能力太强了，凌空。你只要维持现在的水平，晋级腾空之约绝对没问题。腾空之约有什么重要的？在我眼里，你最重要了。但我现在觉得，这个比赛赢不赢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你才最重要。所以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凌空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大夫，我觉得你肯定有些问题没查出来。我最近总是出现幻觉，而且特别频繁。我知道了，我该不会是脑子里边长瘤了吧？你别自己吓自己。再次检查的结果显示，你的身体一切正常。如果有问题，当初我也不会让你出院了。不是，那我这些幻觉怎么解释啊？特别真实。再这么搞下去的话，我觉得我一定会疯掉的。有可能是之前的脑震荡留下的后遗症。虽然现在检查指标一切正常，但是在你大脑恢复记忆的过程中，会出现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记忆重叠错乱的情况。甚至会有一些不真实的信息也混在里面。那怎么办？没有任何办法。绝症？哈，没那么严重。我建议你放松心情，顺其自然。随着你大脑的记忆逐渐的恢复，那些不真实的信息，还有你所谓的幻觉，会逐步得到改善和解决。你只要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内心的声音。为什么凌空会突然自己一个人跑到这里来，而且莫名其妙的受了重伤？如果有人想暗算凌空，一定会选择一个绝佳的观察地点。哪里才是他藏身的地方呢？
喊！爸，你刚刚是跟谁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在哥受伤的地方发现了带有我们林氏集团实验室标志的药瓶。我觉得这件事你不要插手。可是这关系着哥。你是不是没有听懂我说的话？我让你别插手。为什么？难道你早就知道？爸为什么不让我插手哥的事儿？难道哥受伤真的跟他有关系？哥，凌晨，今天一起睡呗？啊？啊什么啊？就一晚，别那么小气好不好？你又不是没有房间，两个大男人这样像什么话？那不是因为哥需要温暖吗？凌晨，我觉得我病了，很严重的病，重到医生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你怎么了？就是上次脑震荡之后后遗症，总出现幻觉。有的时候我也分不清什么是现实，什么是幻觉。上一次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睡觉，还是小学的时候吧。是啊，那个时候要不是你嫌我耽误你学习，你也不会搬到这个房间来。你不知道啊，你走以后，你哥我有多寂寞。我不就住你隔壁吗？哪有那么严重？还是小时候好，无忧无虑的。不过，有你这个弟弟，什么都够了。我需要更多的药，更多的药。我说过，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你的暴力本性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借口，都是借口。你研究人鱼这么多年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我再跟你强调一次，当初我们合作的前提条件是，你交代出龙珠的下落。可现在时间过了那么久，你非但没有交代出龙珠，反倒还伤害我的儿子。你让我怎么给你药？怎么帮你？人类果然都自私自利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不按我所说的去做，我就把你这么多年来研究人鱼的秘密，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全都公之于众。陈天哪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这可是人类世界，不是你的海底人鱼族群。你以为这里的社会大众会相信一条人鱼说的话啊？你不要太过分了！别人不好说，可是你的宝贝儿子爱的可是一条人鱼。你敢？爸，你没事吧？不要以为我会怕你的威胁，反正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老板，他们那边有消息了。
对，林家，对，林家。老板，实验室的东西已经全部搬出来了。好，走吧。喂，这是我们林家的地方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林志轩涉嫌携款潜逃，并销毁了大量林氏集团的重要文件。现在林氏集团股东已经提起上诉，希望你们不要妨碍司法工作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携款潜逃呢？不可能。哥，你冷静一下。不会的，爸不要我们了，不要这个家了，对吧，凌晨？啊，六叔，哎，赵亮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人，哟，这不是凌氏集团的大少爷凌空吗？怎么现在混得跟过街老鼠一样啊？啊？你没有资格说我们林家。哦，破产了还这么嚣张啊？你以为你还是当初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富二代吗？你别闹了，你起开！我告诉你，你没了你老子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凌空，别打，没关系。喂，谁让你多事的？被罚打扫学校的人是我，你来起什么劲儿？老林又看不到。我说了别多管闲事儿，不是说了吗？我被罚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你还是老样子。对不起，小妈，我刚刚只是……我听凌晨说了，家里都被封了。对啊，我们林家已经破产了，你还留下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以前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，所以我也想用同样的方式来温暖你。你
就坐在旁边看就好了，别给我添乱的话，我还能打扫得快点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这样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看天这么晚了，你借我点钱，我去酒店开个房间呗。什么？酒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不是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把你当那种人，我也没说跟你一起去酒店，我自己。我知道你家里出了大事，我帮你是因为我欣赏你对跳水的执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喂，哎，怎么就失望了？都没钱了，还住什么酒店啊？不住酒店住哪儿？这是我家。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最近打工太忙了，没时间整理，所以很乱。你这样说，让赵亮怎么想？再说，你又不是没在这住过。我堂堂林家大少爷，我怎么会住这种地方啊？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你除了这儿，你还能住哪儿？难道你真的想跟别人借钱住酒店？哎，行，住，哪个英雄还没有落难的时候啊？这些东西收拾了。这哪儿啊？认真点儿，这可是工作面试。哎呦，就这破地儿，怎么能容得下本少爷呢？小鱼，这哥们儿真失忆了。他不光失忆了，现在林家也破产了，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才来找您的。您就行好。他人高马大，做什么都行。这话不对。对于工作呢，我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啊，比如什么高层啊、管理层啊，哎，你给我经理做就行了。少爷，当经理多委屈你啊！这样，你给我当 CEO， 把我这儿借壳给他弄上市了，咱一块去纳斯达克去敲那当。哎呦我去，你是疯了，我是傻呀！哎，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啊。哎 ，CEO 也行啊，我觉得勉为其难的接受吧。啊，毕竟我有这个能力啊。哎呦我去，小鱼，你再找个大夫给他好好看看呗。我觉得他是误诊了，他不是脑震荡，他是脑子进水了。说谁呢？老板，你就看在他是你半个徒弟的份上，可怜可怜他吧。这样啊，看小鱼的份上啊，你呢给我当服务员，端茶倒水、清洁工，哪块缺人你给我补上。1个月我给你1000块钱，包吃包住，好吗？1000？去你大爷！本少爷跟你这玩呢。凌空，太少了。哎，800，爱干不干？哎，行，干，现在就干。把酒起开。没瓶起子。用牙呀。让你起就起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小弟，给我换一杯。你叫谁小弟啊？你什么态度啊你就这态度？你一个服务员，你什么态度？这怎么？谁他妈是服务员？帅哥，大周末的你别生气嘛。来，我请你喝一杯。你才来第1天，都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喝一杯可以啊，先亲一个。你干嘛呀你？老娘卖酒不卖身。把你们老板给我喊过来。亲手把你的规矩给打破了。这位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先消消气，先坐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一会儿呢有人鱼表演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行啊你，
我之前小瞧你了，厉害啊！你别瞧不起这里的工作，在这里工作比在外面难多了。我一开始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也什么都不懂，总是闯祸。可你要凭自己的力量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就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。先不说了，我要去准备表演了。哎，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呢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给。这种东西是不是特别贵啊？好吃的东西呢不一定贵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隐隐于市。你现在不也是这样吗？虽然暂时没落了，可是以你的才华，早晚有一天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。我不是安慰你，我说真的。小鱼，谢谢你。老林跟凌晨都消失了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。那是什么？哎，真好吃！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下课了。下课了，终于下课了。走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。啊。走。凌空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上课就睡觉，整天也不归宿。这样啊。你这失忆又回到了之前吊儿郎当的样子。我现在竟然怀念没有失忆的你，至少你因为跳水有了生活目标。你是来找凌空的，他根本就没来训练。哦。等等，小鱼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难道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就因为我编了一个小小的谎言？我那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你。陈天，我们是同类，但我们不是一类人。难道凌空跟你就是一类人吗？他根本就是个懦夫，他现在连进入跳水馆的勇气都没有。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，让他重新鼓起对跳水的勇气。爸，凌晨，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凌空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每天晚上都要去酒吧打工，白天还要上学，很辛苦吧？给。有空的话，回跳水队看一看吧。腾空之约下一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你毕竟又是主力队员，要是……为什么你们都跟我提跳水？什么腾空之约的破比赛，我根本不在乎。我现在只想知道我爸到底在哪儿。过了今天之后，我明天还有钱吃饭吗？跳水，梦想，它能解决我的问题吗？凌空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消沉，心里也很不好受。可是凌空，你忘了吗？这个跳水是你跟你爸爸争取了多少次才争取来的？你曾经跟他说，你以前只知道自己有花不完的钱，可是却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只有在跳水里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。这些你还记得吗？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一步？双人挑战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比完赛以后我就能晋级到……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现在阻止你。等到你晋级更高层次的比赛，你就回不了头了。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凭什么否定我？在别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只有在跳水里面，我才能找到自己，找到那个从小就被你忽略的凌空。别再说了，这件事情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凌空，你不能走啊！凌空，老凌，你先说。去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回家。我确实因为跳水跟我爸吵过很多次架，可是他却离开了。现在，连凌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告诉我，我能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打听你爸的下落。他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只要我们努力找，就一定可以找得到。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这是法院贴的封条，你要扯掉的话，肯定对老林不利的。那要怎么进去啊？爬进去。小偷！林家的东西你都敢偷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。哥，凌晨，凌晨，臭小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让我这么担心。原来你这么想我，那你在学校里还每天上课睡觉，不好好参加跳水训练，每天颓废的样子，给谁看？你敢监视我？我要是像你一样，那谁去找爸爸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失踪那么多天，去找老林了？嗯。有线索了吗？爸爸的离开应该是临时决定的，很多事情还没有处理，所以才会导致我们林氏集团被夺权。这不符合爸爸深谋远虑的性格。唯一的解释就是爸爸的离开只是暂时的，所以在滨海市一定有替他善后的人。他最信任的人？难道是刘树？没错，我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刘树，发现他根本没有离开。而
是在咱们家附近的小区里住着，每天都在咱们家别墅这边，一直守着这里。所以，线索一定在这栋房子里。这张照片有什么奇怪的？老林他最不喜欢拍照了。这张照片当初我求了他好久，他才拍的。你看，他笑都不笑。爸爸虽然不苟言笑，但是他心里一定是在乎我们的。如果在乎我们的话，为什么连唯一的一张照片都不带走？事情发生的这么突然，他一定有他的苦衷的。有什么苦衷？连自己亲人都不能告诉吗？原来爸爸一直在研究人鱼。开什么玩笑啊！世界上怎么会有人鱼呢？凌空现在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突然告诉他，恐怕会吓着他。我们还是先保密吧。行，听你的。但是，爸爸知道你是人鱼，又一直在做这样的研究，你觉得爸爸的失踪会不会也跟人鱼有关系？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我们分头找一下线索吧。人鱼吻，所以凌空是人鱼女王和老林的孩子，他是半血王子。你干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感觉你怪怪的。哥，快来看我发现了什么！什么？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。他们以前都是跳水运动员，为什么这件事他从来都没跟我们说过呢？爸爸到底还有多少事情在瞒着我们？你恢复训练啦？知道老爸是跳水运动员之后，我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儿。不管他回不回得来，只要能赢得腾空之约比赛，他就能看到我有所作为的消息。可能之前的我不学无术，但我希望他回来之后，能看到一个崭新的凌空。我会陪你一起赢得腾空之约的，加油！加油！
这傻丫头，有话直接说不就好了吗？搞得这么神秘。如果说人鱼和人类之间的爱情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大海，那么人鱼和半血人鱼之间就只隔一条小河。我和凌空血脉相通，所以我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。怎么是你啊？你以为是半血王子凌空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。你以为只要跨越人鱼和人类的种族界限就够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人鱼世界的阶级，你永远都跨越不了。阶级？还记得英兰艺术节吗？像凌空和智雅这些权贵阶级的孩子，是那些草根和平民永远都无法靠近的。人鱼世界也是这样。凌空是人鱼女王雨露的儿子，他回到人鱼世界，他就是王子。你们的关系必将会受到皇族的惩罚，到时候你会被永远的囚禁在人类世界，永远都没法回家。小鱼，我来了，人呢？不是说好在这见面吗？你是不是害羞了，所以不敢出来？不在吗？我走了。不在这儿吗？这都一天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知道拼命干活。或许他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，安慰他反而会让他更难过。谢谢。为什么要让我陪你来这里啊？陈先生，因为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们人鱼注定是要待在水里的，虽然经过上万年的进化，我们在外形上已经跟人类没有区别，但是随着我们在人类世界待的时间越长，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异。变异？这么说，我会变成怪物？你现在只是会时不时的失忆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会变成一个连你自己都会唾弃的怪物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凌空，你听我解释，
你什么都不用解释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如今我虎落平阳，之前的事是我想太多，我怎么配得上你呢？换做是谁，都会选陈天教练吧，对吧？凌空，你训练很久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喝点水吧。凌空，我们家已经散了，你还缠着我干嘛？我是为了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想留在这儿，好，我走。你先别走，你听我说。你的手怎么这么烫？你发烧了？跟你没关系。你讨厌我没关系，误解我也没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你自己。别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好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嘛的？你不就是想看看我是不是又自暴自弃了？是不是没有你了，我活都活不了了，跳水也不练了？我告诉你，放心，我不会。跳水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会放弃。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那你记得吃药，凌晨是队医，你最好找他看一下。那是我弟弟，不用你管。人类真的像陈天说的那样，是这么善变的吗？为什么一点点小小的误会，会让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比陌生人还要遥远？小鱼，赵亮，他高烧40度，烧得迷迷糊糊的，刚睡下。我来照顾他吧。嗯。那个时候，你总是觉得我风言风语，想方设法的想要甩掉我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还是在一起。只是我不知道我还能陪在你身边多久。你醒了？你是不是很饿？
我煮了些粥，喝一点粥吧。凌晨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陈教练，我等候你多时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在凌空受伤以及我爸失踪之前。果然虎父无犬子啊！比起凌空来说，你倒是更像凌志轩的儿子。你到底把我爸怎么样了？我也想知道你爸爸在哪儿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凌空？你有证据吗？不过，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维护凌空？凌家已经破产了，你只是他们的养子，没有必要这么维护凌家吧？不许你挑拨我们凌家的关系。真是羡慕你们凌家的情感啊！连喜欢女人的口味都一样。你胡说什么？胡说？你敢拍着自己的胸口说，你心里没有小鱼？我喜欢他，这不重要。他心里的人是凌空。既然我得不到他的爱，那我就要努力帮他和他爱的人在一起。懦夫，你就是个懦夫！喜欢一个人就要跟他在一起，把他占为己有。那你呢？你得到小鱼了吗？他迟早会跟我在一起的，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同类，他跟人类是没有结果的。你也是人鱼，这我早就怀疑了。你要干嘛？怎么，害怕了？我只是想给你证明一下，我和小鱼血脉上的连接，会让他最终选择我。人鱼和人类为什么就不能相爱呢？人鱼和人类的爱情是受到诅咒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如果你不想让他受到那些无谓的伤害，就早点离开，因为人鱼和人类是没有结果的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之前我和小鱼去的那个酒会上，有很多私人跳水俱乐部的投资人，他们都非常看好小鱼。陈天，你太不了解她了。小鱼根本就不是一个爱钱的女孩。我看不了解她的人是你。你以为她会永远待在英兰学院，跟一个毫无用处、只能靠父亲养活的落魄富二代生活在一起？而且，她马上就要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啊？不管你怎么否认，他迟早是要跟我走的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吧台临时工，你凭什么让小鱼跟着你受苦？
陈天，别太瞧不起人。哥，啊，凌空，你去哪儿？是不是你又跟他说了什么？是他自己要走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别拉着我！你别忘了，我能保住跳水队，也能毁了跳水队。难道你不想让大家继续跳水了吗？哥，放开我！你这样做有意义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没用？为什么我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？哥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不，这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我之前的狂妄自大，不学无术，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我们林家破产，也不至于连一点跟他对抗的能力都没有。虽然我们林家破产了，但是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，关心你的人永远会在你身边。可是他们最后都会离开的。林晨，你不会离开我的，对吧？有人说过，人生就是一场场漫长的告别。生老病死，我们会跟父母告别，跟朋友告别，爱人告别。如果有一天，小鱼也离我们而去，你会怎么办？小鱼，对。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没有。如果有一天，连小鱼也离开我怎么办？陈教练，陈教练，你没事吧？陈教练。龙门坐标，小鱼，我们能回家了。
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那里就是龙门的位置。龙门？你是说可以通往海底世界的龙门？对，小鱼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只要我们能拿到龙珠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我没法拿回龙珠，我不回去了。小鱼，我们是人鱼，我们不属于这里。可是这里有我爱的人，我可以把这里当成是家。我也可以爱你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可是我不爱你。